弟兄姊妹，主內平安。請聽我讀今天嘅宣召。耶和華有憐憫，有恩典，不輕易發怒，且有豐盛嘅慈愛。請大家靜默。同唱世紀頌讚嘅第89首讚美全能神。弟兄姊妹，請同唱詩歌讚美全能神。讚美讚美全能真神，宇宙萬有君王。我靈中主因主是我得贖，賜我健康，聽主聲音，途內進入主聖殿，歡宴向主誦經頌揚，讚美讚美於此奇妙道，至世間萬有，展開恩益於此溫柔，將你思想保佑，你豈不見？求啟蒙主恩典，按他旨意應允所求，讚美讚美輔助保護，使你共創新理，上主美善，上主慈恩，必天天看顧你，至世是良，全能的主愛深長，做你朋友何等福氣，讚美讚美，讓我全心全意讚美歌頌，但願天下凡有血氣同愛情仰天父，屬他之民，從神一致使他們歡宴恭敬讚揚真神。請依然站立。我哋同心低頭祈禱。慈悲嘅聖天父，你就係嗰位全能嘅真神，你滿有慈愛，你有施恩嘅主。
讓我哋每天都領受你嘅恩惠，因為你嘅恩典好似盾牌咁，四圍咁環繞我哋。你愛我哋，你珍惜我哋，好使我哋每天都從你得嚟保守。你更樂意赦免人嘅罪，賜下你嘅更新同平安。仲有喺現今嘅世代，仲有你曾經向我哋，你會賜下你嘅平安，喺世上唔能夠俾我哋嘅平安，喺世上唔能夠奪去嘅平安。仲有你將你嘅平安放在我哋心中，俾我哋不論面對任何光景，我哋都不忘記主你嘅大愛，俾我哋勇敢面對我哋嘅前面嘅一切困難，俾我哋喺主裏邊有喜樂，俾我哋能夠全心全意咁去跟隨主你。主，你愛我哋，你賜下你嘅恩言，教導我哋點樣去跟隨你，做一個你所喜悅嘅人。主，我哋教會有個40天嘅祈禱運動，主，我為此獻上感恩，因為俾我哋更加實實在在，更加去親近你，去與你說話，真心吐意，不單為我哋個人，更為我哋弟兄姊妹、我哋教會獻上我哋嘅禱告。主啊，我哋在世不靠什麼，只靠住你，因為離開你，我哋還能作什麼？主啊，我哋在此等候你嘅恩言，等候你嘅聖言。我哋再次向你禱告，再次向你敬拜，再次向你讚美。我哋願將我哋嘅身心靈都擺上，好使喺呢個崇拜當中，主你向我哋說話，光照我哋，使尖沙咀浸信會成為一個明亮嘅燈台，能夠吸引更多未信嘅人到你嘅跟前，願意成為你天國嘅子民，天父嘅兒女。祈禱交託，奉耶穌得勝名字祈求，阿門。請坐。今天啟應嘅經文係刊喺秩序表嘅第7頁，熒幕上都有燈。我讀啟，會眾讀應。請。他所賜的有使徒，有先知，有傳福音的，有牧師和教師。這些事你要吩咐人，也要教導人。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輕，總要在言語、行為、愛心、信心、聖潔上都作信徒的榜樣。你要以宣讀、勸勉、教導為念，直到我來。你不要輕忽所得的恩賜，就是從前藉着預言，在眾長老看守的時候賜給你的。這些事你要殷勤去做，並要在此專心，使眾人看出你的長進來。你要謹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訓，要在這些事上恒心，因為這樣行，又能救自己，又能夠聽你的人。你當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悅，作無愧的工人，按着正義分解真理的道。我們有這寶貝放在瓦器裏，要顯明這莫大的能力是出於神，不是出於我們。同讀，各人要照所得的恩賜彼此服侍，
作神百般恩賜的好管家。今天為我哋獻唱嘅有亞加皮詩班，佢哋獻唱嘅詩歌係《他使我在夜裏歌唱》。請亞加皮詩班。係奉獻嘅時間。今天奉獻有兩次，第一次係主日獻金，第二次係完善堂所設備獻金。奉獻係基督徒應盡嘅本分。喺奉獻嘅時候，由郭思聰弟兄主理，我哋更唱世紀頌讚嘅355首《生命在此》。讓我再次是次地能獻記歷在世，我眼已見困這悲戚，我
生命在前，願為主而活。生命在前，甘心獻為要服侍這世代，能盡行主旨意。生命在前，生命在前，生命在前。主，你要我投身去，以致創傷平息紛爭。我心永遠追尋真理，我口永遠述說基督的生活，彰顯基督寶貴。我豈能等？我豈能等？生命在前，願為主而活。生命在前，甘心獻主，為要服侍這世代，能盡行神旨意。生命在前，生命在前，生命在前。主，每一天我將生命時間才能全獻上，以身見證你的作為，以望持定信仰原則，以愛關懷服務世人。我豈能等？我豈能等？生命在前，願為主而活。生命在前，甘心獻主，為要服侍這世代，能盡行神旨意。生命在前，生命在前，生命在前。我哋一齊低頭為奉獻祈禱。親愛嘅主，我哋感謝你，感謝你讓我哋平安返到嚟教會嘅當中，讓我哋有崇拜，我哋獻上感謝。縱然世界上有戰爭、有地震，但你都去保我哋各人有平安，我哋獻上感謝，亦感謝你讓我哋有工作、有賺取貨財嘅能力。我哋獻上台上微小嘅金錢，求你去悅納，亦求你讓我哋獻上我哋嘅能力同埋時間，求你讓呢一切都能夠好好咁運用喺你嘅聖工上。以上嘅祈禱，奉靠救主耶穌基督得勝嘅名求，阿門。今日選讀嘅福音係馬可福音5章21至34節。馬可福音嘅5章21至34節，請聽我讀。耶穌坐船又渡到那邊去，就有許多人到他那裏聚集。他正在海邊上，有一個管會堂的人，名叫睚魯，來見耶穌，就俯伏在他腳前，再三地求他說：我的小女兒快要死了，求你去按手在她身上，使她痊癒，
得以活了。耶穌就和他同去，有許多人跟隨擁擠他。有一個女人患了12年的血流，在好些醫生手裏受了許多的苦，又花盡了他所有的，一點也不見好，病勢反倒更重了。他聽見耶穌的事，就從後頭來，站在眾人中間，摸耶穌的衣裳，意思說：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於是他血流的源頭立刻乾了，他便覺得身上的災病好了。耶穌頓時心裏覺得有能力從自己身上出去，就在眾人中間轉過來，說：誰摸我的衣裳？門徒對他說：你看眾人擁擠你，還說誰摸我嗎？耶穌周圍觀看，要見作這事的女人。那女人知道自己在自己身上所成的事，就恐懼戰驚，來俯伏在耶穌跟前，將實情全告訴他。耶穌對他說：女兒，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地回去吧，你的災病痊愈了。聖經讀畢。今天為我哋證道嘅係有浸信會神學院嘅院長曹偉同牧師。我相信大家都認識佢，唔需要喺度詳細介紹下。佢今天為我哋證道嘅題目係創傷與恩典。恭請曹偉同牧師。喺今早咧，好開心嚟到一個咧係我熟悉嘅地方。一班熟悉嘅弟兄姊妹，一個熟悉嘅講台。記得咧同你哋傾偈嘅時候咧，我知道弟兄姊妹們咧係好渴慕我哋做牧者嘅喺講台能夠有教導。好心願咧，今日我哋一同聽主嘅話，係被主嘅話所激勵，我哋同心禱告。真愛主，多謝你俾我哋能夠一同嘅匯聚到你嘅聖所，我哋一同咧係同心嘅去敬拜你。求你俾我哋眾人都聽到你嘅話語，我哋一同嘅去相信，一同嘅去經歷，一同嘅彼此激勵。主啊，我哋一同仰望你。我哋嘅禱告係奉主耶穌基督名字求，阿門。自古以嚟咧，人類咧係經歷住不同嘅創傷。人患病，心靈患病；人爭鬥，人傷害人；人殺戮，叫人生靈塗炭。人總係欺善怕惡，用舌頭同埋暴力係傷害其他嘅人，甚至要摧毀別人。呢啲都會帶嚟不同形式嘅創傷。喺10年之間，我哋睇見香港面對大大小小嘅天災人禍，我哋都見到一啲係非常複雜嘅社會嘅問題，疫情啦、政治啦、暴力啦，帶嚟咗我哋社會嘅創傷，我哋生命嘅創傷。近一年我哋嘅遭遇好似都係相當唔好嘅，我哋個心係好壓抑嘅。舊年嘅11月26號大埔嘅大火，呢一個嘅創傷仍然喺我哋心底裏面難以磨滅嘅。喪親人幸存者、前線嘅救護人員同埋市民，包括我哋，有一啲都會面臨呢個創傷後嘅壓力症。乜嘢叫做創傷呢？嗱，創傷就係由一啲嘅力量，甚至係暴力所帶嚟嘅傷害，係具有毀滅性嘅。嗱，創傷同一般嘅受苦唔同。嗱，創傷不單止話咧，哎呀，受嘅痛苦嘅程度咧
係更重更高。呢個係意味住咧嗰種嘅破壞係相當嘅嚴峻嘅，就係整個人包括身體啊、心理啊、情感啊、靈性啊，都通通被徹底去壓倒、壓碎，人係無力嘅去抗拒嘅。一啲嘅研究指出，就係創傷有幾種嘅特徵喺度提五個。第一，創傷係使人極度嘅悲傷，使人壓低，叫人面對生命被毀滅嘅情況。喺受創嘅當中，當事人會感覺到自己好似喺生死嘅邊緣，冇自我嘅形象，喪失咗一切嘅安全感，一切以前可以信任嘅關係。呢啲嘅人認知嘅功能受咗，情感崩潰，行動癱瘓或者係異常。第二，創傷嗰種嘅感知唔係單單係一種心理嘅狀態，佢係有啲事實所促成嘅。譬如你面對個事實係乜嘢呢？面對洪水、地震、疫情、火災、孩子夭折，一啲嘅係排擠、種族嘅屠殺等等。第三，創傷嘅事件唔係一次嘅單單一次嘅災難性嘅事件，而係嗰啲呢好似睇唔到，但係重複發生嘅日常嘅事情。譬如就係欺控啦、俾人呃啊、受虐待啦、家庭嘅暴力啦、辦公室嘅暴力啦、講説話嘅暴力啦、不同種類嘅霸凌啦，尤其是喺當代就係網絡嘅霸凌。第四，創傷事件不單止影響嗰啲幸存嘅人，亦係影響周邊嘅人。就好似就係嗰啲幸存嘅人應該受得更加多嘅苦啊！咁所以我哋咧就忽略咗咧周邊嘅人。其實唔係嘅，正正因為大家以為係唔會影響到我哋嘅，正正就係呢啲嘅情況，呢啲嘅傷害，其實咧喺呢度咧係積聚成為一啲咧係好大甚至有毀滅性嘅結果。第五，創傷嘅事件同埋痛苦係可以被重複㗎，揮之不去嘅。呢種係一種係強迫性嘅重複。創傷嘅人，佢嘅心智係點樣啊？係喺度咧不斷嘅播放，循環嘅播放，就係暴力嘅場景、傷痛嘅場景，就一次又一次又一次又再出現過。點解會不斷嘅循環重播嘅？嗱，其中一個解釋就係話喺正常嘅情況底下，當我哋經驗當中接收到嘅資訊，就會經過一個時間器、一個時間嘅戳印，就係咧將你嘅所經歷嘅就擺喺你嘅腦入邊、你嘅心靈裡面某一個位置，你知道喺邊度。但係當創傷發生嘅時候咧，資訊嚟臨得太過猛烈啦，都冇時間，都冇辦法去標記，跳過咗個時間嘅戳印。所以都唔知道咧呢啲咁嘅事件、呢啲創傷嘅記憶擺喺邊度，所以佢不斷嘅重播咯。呢個都大家都有呢種嘅經歷嘅，你話係唔係呢？嗱，上述嘅一切就係造成咗創傷嘅記憶，創傷就會突然間會閃翻嚟嘅。當呢啲創傷閃翻嚟嘅時候，身體有反應，就係情緒會突然失控。你分唔清楚究竟件事係以前咧定係呢家嘅，唔知道嘅。所以人嘅反應，一啲人嘅反應係乜嘢咧？就好警覺咯，好驚青咯，或者就係一種好麻木嘅狀態。點解高度嘅警覺啊？因為腎上腺高升啦，係咪？身體保持一種恐懼嘅狀態，預備隨時要作戰，或者隨時快啲跑。點解係會麻木退縮啊？因為個認知嘅功能關閉咗佢，所以咧係保持沉默，或者腦袋一片空白。呢種嘅沉默係講明就係話受創嘅人佢嘅語言能力係喺度倒退，唔能夠傳達佢嘅想法、佢嘅感受。
所以聽完呢啲創傷研究，我哋知道原來啲現象啊，創傷現象不單係關於身體、心理，亦係關乎靈性㗎。所以我哋信耶穌嘅人，我哋面對創傷嘅之後，我哋可能理性上仍然相信係神係存在嘅，不過情感嘅裏面，我唔知道點樣去信靠呢位神，我感覺唔到神係愛我。我只係感覺到我係被神所棄絕，又被周圍嘅人所棄絕。嗱，面對一切，當我哋咁樣去做一個總結嘅時候，呢個都係我哋經歷嘅。我哋究竟點樣面對生命嘅種種嘅創傷？就係今日嘅經文當中，我哋一齊揾啲線索，一齊去經歷，一齊去相信。嗱，今早所讀嘅經文係關於睚魯向耶穌基督係求助嘅故事。睚魯係會堂嘅主管，佢個女就係12歲嘅女患咗重病，於是佢揾耶穌基督去幫助，耶穌基督就答應咗，於是嗱臨咧跟住呢個睚魯同埋佢嗰啲嘅佢嘅跟隨者係嘛？哇！快啲跑過去街道，快啲咧去到呢個女兒嗰度醫治佢女兒。喺路途當中就有一位患咗12年嘅血漏病嘅女人出現。呢位女人係持續嘅血漏帶嚟貧血、身體軟弱、不能生產呢啲嘅問題。喺嗰個時候嘅社會當中，就呢啲咁嘅女人係唔乾淨嘅。佢摸過嘅東西，佢同見過嘅人都係變得不潔嘅。呢啲嘅女人就唔能夠喺神嘅聖所裏面去敬拜嘅，所以佢喺靈性方面都同神隔絕嘅。呢啲都係生命嘅創傷，所以整個人身體啦、心理啦、情感啦、靈性啦，都係徹底嘅破碎，冇能力去反抗，面對呢啲隔絕同埋歧視，佢嘅自我形象梗係唔高啦，情感梗係唔穩定啦，梗係容易崩潰啦，一切都會成為佢創傷嘅記憶。喺創傷當中，佢嘅病係冇好過，佢用盡所有嘅錢去求醫。後尾佢最後嘅盼望就係擺喺神醫咯，同當時嘅人嘅信念一樣，就係只要揾到聖人呢，聖人着過嘅衫呢係有神秘嘅力量噶，所以只要摸到聖人件衫呢，就能夠得到醫治啦。所以佢聽聞耶穌基督就係聖人，所以佢希望耶穌基督，好希望耶穌基督佢能夠有醫治嘅力量。但係佢又知道咁樣做會有生命嘅代價㗎，因為按當時嘅文化嘅理解，就係一個患血漏嘅女人，如果佢係觸摸到、接觸到一個非親屬嘅男子，就違反咗宗教法，違反咗當時嘅規範，必須用石頭打死。但係對佢嚟講，揾耶穌、觸摸耶穌基督嘅衣裳，係唯一佢生命嘅盼望。無論點樣，佢帶住希望，擠過人群，要摸耶穌基督嘅衣裳。佢真係成功能夠擠過人群，去摸到耶穌基督嘅衣裳，立即血漏嘅問題終止。於是佢嗱，快啲要離開。耶穌基督感覺到能力從佢身上走出嚟，於是轉身同門徒講，就係話：邊個摸我嘅衣裳？當時嘅門徒係唔明白㗎，唔知道耶穌基督點解問埋咁奇怪嘅問題。咩話？誰摸我衣裳？對佢哋講嘅時候，大家咁多人喺度擠擁埋一齊，偶然間碰一碰都有機會啦。咁大驚小怪嘅耶穌基督，呢個正正就係故事嘅高峰。有冇留意到啊？耶穌基督係堅持不懈嘅，佢要尋找嗰個摸佢衣服嘅嗰位嘅人物，去望眾人嘅面孔，望下，望住一個女人。呢個女人知道耶穌基督知道係佢，於是佢就走到耶穌基督嘅跟前，
蹲下嚟向耶穌基督去道歉，佢嘅聲音係顫抖嘅，佢要坦白講出佢嘅生命嘅故事，就係12年流血嘅醜死怪嘅故事，12年創傷嘅故事，12年以嚟睇過所有醫生，試過所有嘅治療方法，錢都用晒，但係冇帶嚟改變，原來係唔能夠自己揾辦法去醫自己㗎。無疑呢個嘅女士好勇敢，因為佢公開同眾人講緊一個好醜死怪羞辱嘅故事。佢其實佢可以講完個故事之後，佢會受更加多嘅凌辱，更加多嘅拒絕。但耶穌基督就睇住佢充滿憐憫嘅，就去講就話：女兒，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地回去吧。你的災病痊癒了。耶穌基督就話呢個女人所講嘅故事，佢嘅宣告，佢嘅 confession 係信心。於是佢進一步醫治呢個女人，不單止醫治佢身體，並且醫治佢嘅心靈，叫佢得到全人嘅醫治。所以耶穌基督就話：女兒，意思就話你可以嚟到我嘅家，父神嘅家。你係同我哋有關係嘅，你如今係潔淨嘅，全然嘅潔淨。自此之後，呢位嘅女人就可以過新嘅生活，可以喺一種冇血漏病嘅狀況下去生活，可以喺聖所嗰度去敬拜，去可以係面對過往嘅創傷，能夠再有能力去過新嘅生活。所以見到其實生命經過創傷係有盼望，醫治係可能㗎。但係又要知道，信心唔係指一套又一套嘅信念。呢個女人嘅信心，我哋喺今日嘅經文見到有2點喎。第一點係乜嘢啊？佢認識到自己係唔能夠醫到自己嘅，知道自己再冇更好嘅選擇。第二，佢希望就係擺喺耶穌基督嘅身上，求耶穌基督，希望耶穌基督能夠醫治到佢嗰種冇人能夠醫治嘅病。呢2點佢就遵喺耶穌基督嘅跟前。相對嚟講，相對你同我嚟講，我哋面對創傷嘅方式係同一個女人真係唔同嘅，係咪先？我哋都幾足夠啦，係唔係先？揾醫生咯，揾更多嘅資源咯。我哋要相信科學，我哋相信我哋嘅理智，所以好多時候你同我都係十分嘅自信。我哋以為自己嘅能力係足以可以醫治自己，彷彿人定可以勝天。但係面對困難，甚至面對一啲嘅創傷嘅時候，有啲創傷係高過我哋，係我哋嘅應付能力係唔所能夠應對嘅，係超過我哋嘅自信㗎。點解啊？剛才講過啦，創傷由暴力所造成㗎嘛，有具毀壞性㗎嘛，無人能夠抵抗㗎嘛。創傷會將你壓倒，甚至將你毀滅嘛。佢不單止係身體、心理，係並且係關乎靈性㗎嘛。呢個係咪你同我嘅經歷？你有冇見過啲弟兄姊妹們經歷緊咁樣嘅經歷？面對生命嘅種種創傷，就讓我哋今日咧再記得呢段嘅經文，真係記得佢。呢段經文成為我哋生命嘅故事，成為我哋生命嘅思想。所以喺今天呢段嘅時間，我哋喺段經文領受2點，記得2點，經歷呢2點。第一點，喺呢個故事當中，女人係點啊？去向耶穌基督伸手去觸摸佢衣裳，佢喐手先嘅喎，伸手，然後啟動咗個醫治。
所以女人嘅伸手嘅觸摸、接觸耶穌基督嘅衣裳，係關乎一個真實嘅故事。女人嘅身體、流血嘅身體、受創傷嘅身體係真實嘅。耶穌基督嘅身體同埋衣裳係真實嘅，係充滿住能力㗎。就係喺女人同埋耶穌基督呢種真實嘅互動當中，真實嘅醫治就發生咗啦。反過嚟講，如果女人冇伸手觸摸耶穌基督真實嘅衣裳，醫治就唔會發生。如果咁嘅話，我哋點樣伸出隻手去能夠觸摸耶穌基督嘅衣裳，同耶穌基督有互動呢？表面嚟睇係咪得㗎？嗱，實證嚟睇，耶穌基督喺今日都唔喺我哋當中啦，喺度咩？你見到佢喺度咩？我哋真係唔可以好似個女人咁樣，耶穌啊，你喺我前面，跟我觸摸你衣裳，我見唔到你喎。實證嘅角度嚟睇，我睇唔到喎，係唔係？但係我哋嘅經歷就係，同埋聖經嘅教導就係，耶穌基督以奇異嘅信心嘅邏輯喺我哋嘅當中，所以耶穌基督係喺度㗎，近在咫尺，近得可以伸手去觸摸嘅衣裳。所以每當我哋喺我哋創傷當中，我哋就喺個人嘅禱告嘅當中，伸手觸摸耶穌基督嘅衣裳。我哋喺我哋嘅公禱嘅當中，我哋一齊伸手觸摸耶穌基督嘅衣裳。喺我哋嘅崇拜當中，喺今天嘅崇拜當中，我哋一齊伸手觸摸耶穌基督嘅衣裳。喺我哋日常嘅生活當中，喺我哋嘅工作嘅當中，我哋係伸手去觸摸耶穌基督嘅衣裳。耶穌基督係以呢個奇異嘅信心嘅邏輯喺我哋面前，讓我哋經歷。唔知你有冇經歷過？喺今年嘅1月17日嘅禮拜六，我就預備咧係禮拜六晚喺九龍城浸信會嘅講道，同埋禮拜日早上嘅3堂講道。咁啊，啱啱喺美國翻嚟，好趕急，係咪？仲有啲時差添。啱啱好似禮拜5定禮拜4晚翻嚟，咁趕急咧預備。咁收到個信息，有一位傳道人咧係彌留啊，係我認識，但係我唔係好多見面，但係有關係嘅一位嘅傳道人。咁所以我就要去白普理嗰度去睇佢。咁喺嗰度咧，其實好奇妙嘅，即係話彌留，即係隨時唔喺度。不過喺嗰度咧，心裏有一種嘅感動啊，可能佢仲有一段時間啊，仲可以咧，即係仲係繼續去幫佢道別。咁咧真係佢離開安息主要話係一個禮拜後。咁喺呢個禮拜當中咧，有個奇異嘅恩典就係竟然可以做一個生命嘅頌讚會添。好啦。喺17號我就係去探望咗佢。咁17、18號啦，即係凌晨啦，禮拜日凌晨啦。咁就係呢一位嘅傳道人嘅一位嘅親戚，咁咧就WhatsApp 俾我啊。佢就咁講，佢話媽媽，即係姊妹，佢話我媽媽喺尋日咧冇同你講啊，爸爸。即係佢爸爸就唔係指一位彌留嘅傳道人喎。爸爸咧，佢嘅爸爸喺身體因為咧胰臟炎咧折騰咗前後9個月，最後危險嘅時候係表明咧係相信耶穌基督，所以由教會嘅牧師為佢咧施行水禮，就喺手術前嘅一天就做呢個水禮。咁即係其實話生命好危險嘅，唔知道係個手術點樣嘅。奇妙嘅事就發生。佢不單止係得到救恩，身體亦得到醫治。佢咁講啊，姨丈阿姨記掛爸爸，呢個姨丈即係嗰個彌留嘅傳道人，一家傳了福音數十年，爸爸都唔信，呢一天就信。呢個姨丈呢位彌留嘅傳道人就嚟呢度見證爺爸爸嘅接受水禮。佢嘅爸爸今天還在。我哋成日都經歷㗎啦，係咪啊？
不過我哋忘記咗啫嘛。我哋係可以伸手去觸摸耶穌基督嘅衣裳，係真㗎，唔係假㗎。或者更加準確嚟講，就係話，當我哋話我哋點樣伸手觸摸耶穌基督嘅衣裳嘅時候，其實我哋有反轉嚟問，有冇留意經文啊？其實問耶穌點樣同我哋接觸，耶穌基督點樣同我哋相遇。嗱，喺故事當中嘅女人似乎係嗰位主動接觸耶穌基督嘅一位啊，係咪啊？但係細心去睇嘅，耶穌基督係嗰位繼續又繼續同呢個婦人互動嘅一位，因為佢堅持從咁多人當中去繼續嘅去揾呢個嘅婦人，為佢騰出一個空間，讓佢能夠講出佢生命嘅故事。所以第二點就係話，我哋要知道耶穌基督係可信嘅，佢會不斷嘅係尋找我哋，亦俾我哋安全嘅空間，讓我哋講我哋生命嘅故事、創傷嘅故事，並且醫治我哋唔能夠自己醫治嘅創傷。所以當我哋面對創傷嘅時候，我哋係真係去神嗰度祈禱咯。好多時候你面對創傷嘅時候，好怪我哋基督徒唔會走去同耶穌基督祈禱嘅，你就偏偏就走去祈禱咯，同耶穌基督同神講出你生命創傷嘅故事，你困難嘅故事，你可以反覆同耶穌基督講同一個經歷，你可以向佢申訴，就話點解神你唔介入嘅？神你點解唔介意我哋嘅生命嘅？神啊，我仍然係好痛，我仍然甚至有啲憤怒，我唔知道點樣去相信。我哋可以喺我哋禱告當中同神傾出我哋心，去訴說，講出我哋嘅創傷，我哋嘅艱難。但我哋又真係喺訴說嘅當中，我哋繼續係望住耶穌基督，記得、知道、相信、盼望佢繼續去醫治我哋，轉向我哋，不單止聽我哋生命嘅故事，並且係醫治我哋。如果係咁嘅話，喺個時候你繼續嘅訴說，繼續嘅訴說，耶穌基督係留心聽緊你嘅故事，佢喺度睇緊咩啊？睇緊你嘅信心，睇緊你對佢有幾多嘅信靠。當你訴說嘅時候，你有幾多嘅信心，你有幾多嘅信靠。但我哋又諗咯，睇緊我哋嘅信心，我哋嘅信靠啊！老實嚟講，你知我又知啦，係唔係啊？你同我嘅信心係芥菜種嘅信心啫嘛。你同我嘅信心就好似一根茶匙嘅酵母咁樣，微不足道噶。但係信心係乜嘢？信心就係話，神啊，我認識我嘅有限，我喺有限當中，我會轉向你嗰度。呢個就係信心啦。耶穌基督就話呢個就係信心，所以信心冇錯。呢個婦人嘅信心，我哋嘅信心唔係絕對嘅信心，唔係好大嘅信心，但係呢種嘅信心，一查根嘅信心，係一種有盼望嘅信心，相信嘅神嘅能力係超越我哋嘅能力，係盼望神嘅醫治。所以故事當中血流嘅婦人，佢真係試過一切噶啦。佢試過一切就咩啊？失去一切。只有當佢接近耶穌基督嘅時候，就得到耶穌嘅恩典同埋幫助，接觸耶穌基督，得着一切。所以呢種信心可以係一種直覺嚟嘅，啲咁多嘅信心係咪啊？但係要知道神會憐憫，神會恩寧。所以呢種恩典就係奇妙嘅恩典咯，係超越你同我嘅小信，超越你同我嘅想像，超越你同我嘅直覺。所以神嘅恩典，當我哋祈求嘅佢恩典就會觸及我哋嘅全身，超過我哋嘅身體，穿過我哋嘅身體，
幫助我哋嘅靈性喺我哋嘅裏面。每次當我哋嘅身體有反應嘅時候，每次心靈痛嘅時候，大聲呼喊嘅時候，唔出聲嘅時候，神嘅恩典指我哋向佢呼求，我哋接觸佢嘅衣裳嘅時候，佢會更新我哋，醫治我哋。所以呢種恩典係從外而嚟，好奇妙嘅，又支持我哋。因為咁緣故，神嘅恩典喺我哋當中，佢會恢復我哋對佢嘅記憶，不單止係對嗰啲創傷嘅記憶，亦恢復我哋對佢嘅信實嘅記憶，對佢嘅認識，對佢嘅想像。所以我哋再有能力去繼續嘅信靠，繼續嘅愛，繼續嘅接受，係被人所愛，呢種就係生命嘅能力。或者大家都記得 Tommy 多士嘅故事，因為我估計返教會返咗好多年啦，記唔記得佢嘅故事？我講少少，可能你記得啦。佢嘅太太就生 BB， 但係太太生咗 BB 之後咧，太太離世 ，BB 又離世，所以雙重嘅打擊嘅叫佢咧係心碎欲絕，食唔到嘢，瞓唔到覺。唔接受得到自己屋企人冇晒。喺呢個安息禮之後，返到呢個空溜溜嘅屋企裏面，坐喺鋼琴嘅旁邊，就隨手彈出一首歌，叫做《親愛主牽我手》。呢度太細呢個字嚇，唔知你識唔識唱咧？嗱，我唱啲咁多，你就跟我唱啦。睇首歌係咩嘢？我音係咁嘅。滴答答哆哆哆，滴滴滴哆哆啦哆。預備，親愛主牽我手，建立我，領我走，我疲倦，我軟弱，我負受。經風暴過黑夜，求領我進光明。親愛主牽我手到天庭。我道路雖凄涼，主臨近苦憂傷，我在世快達願美好獎。聽我求，聽我禱，乃我手放跌倒。親愛主牽我手，相引我。你哋唱到個意境出嚟喎，我感受到你哋有個感受喎。當時就係彈奏呢首咁嘅歌。一個人點樣能夠喺痛苦當中得醫治同埋拯救呢？對多士嚟講，答案係好直接嘅，不過大家唔記得嘅啫，就係轉向耶穌基督。所以當我哋面對生命種種嘅創傷嘅時候，我哋真係要轉向耶穌基督，伸手抓住佢嘅衣裳，一寸布料就夠，就好似個女人咁樣，就係可以好畏懼嘅，係咪？不過大膽嘅係去接近耶穌基督，好似個女人咁樣嘅，其實已經一無所知啦，一無所有啦，但係只知道需要去靠近耶穌基督，伸手去觸摸佢嘅衣裳。所以當我哋喺耶穌基督嘅跟前蹲下，同佢講我哋生命創傷嘅故事，亦喺當中係表示我哋對佢嘅信任同埋信賴嘅時候，
奇妙嘅恩典就會發生。求主幫助尖浸嘅弟兄姊妹們面對當下，我哋有幾個種嘅生命嘅經歷，好心願尖浸嘅下一代同樣有一種信仰嘅經歷，信耶穌係何等嘅奇妙。我哋真係可以伸手觸摸耶穌基督嘅衣裳，我哋能夠經歷創傷，經歷主嘅恩典更豐盛。阿門。弟兄姊妹請起立，我哋同唱世紀頌讚第497首《婦女們快快來》。請坐。感謝主嘅恩典，透過曹院長嘅信息嚟到提醒、幫助我哋喺創傷裏面，我哋能夠返到主嘅面前，得到醫治、包紮同埋前服。現在咧係代表教會嚟到去歡迎我哋代學當中第一次參與我哋午堂崇拜嘅來賓。如果當中係有第一次參與我哋午堂崇拜嘅，都想請你向我哋揮手致意，讓我哋彼此嚟認識。唔知當中有冇呢？我見到前面有一位。如果你喺3樓，甚至係咧去小禮堂、副堂嘅來賓，都可以咧請你嚟到去揮手。我哋嘅司事咧都會嚟到去送出來賓留名卡，盼望你嚟到填寫個人嘅資料，留低個人嘅資料，讓我哋彼此認識，願意尖沙咀浸信會能夠成為你屬靈嘅家。好，我哋有我哋家事嘅報告。嚟緊而家禮拜五嘅朝頭早7點半，我哋繼續有教會嘅早禱會。我哋嘅主題仍然係認罪悔改，鼓勵大家我哋一同去參與，喺神面前嚟到去安靜等候。喺嚟緊禮拜三嘅晚上，有我哋教會嘅祈禱會復興我心。今個禮拜嘅主題係絕處逢生，
由我哋本堂嘅吳玉珍傳道嚟到去分享信息，讓我哋一同嘅喺主面前嚟到安靜等候，喺絕境裏面都可以重生。喺嚟緊7月20到7月27號，有我哋台北親子嘅訪宣交流團，內容喺我哋教會嘅場刊裏面已經有詳細嘅記載，鼓勵大家嚟去參閱，讓我哋一同嘅嚟到去參與，透過我哋同我哋嘅小孩一同嘅嚟到出發，嚟到經歷神嘅恩典，經歷呢個奇妙之旅。同樣有蒙古嘅訪宣體驗團。呢啲係特別為到18歲以上嘅青年信徒，係大專同埋職青牧區為主。我哋名額係12人，詳情都可以參閱我哋嘅週刊，鼓勵我哋合適嘅，即係我哋嘅青少年、我哋嘅職青都可以嚟到參加。有合適嘅人，你都可以幫忙嚟到去邀請。同樣喺嚟緊。我哋有25號咧，有教會祈禱會暨40天祈禱運動感恩見證分享會。咁我哋之前派出嘅40天祈禱運動卡，咁你即係可以將你祈禱嘅記錄嚟到去交低，讓我哋一同嚟到去收集。喺當天嘅晚上，我哋翻到嚟見證分享會，我哋一同嚟到去表述，嚟到去稱揚。嚟到去讓我哋嚟到去經驗神喺佢當中奇妙嘅工作，鼓勵大家嚟到去交出祈禱嘅運動卡，同時咧出席當晚嘅感恩見證分享會。今日下晝繼續有認識復興教會歷史嘅啟迪，由吳國傑博士嚟到去讓我哋睇到歐美復興經驗對華人教會嘅啟迪。時間係2點半到4點半，地點係地下嘅小禮堂，鼓勵大家同嘅參與，讓透過歷史、透過歐美復興嘅經驗，我哋能夠借古鑑今，亦都透過神喺過往奇妙嘅大作為，讓我哋嚟到繼續嚟到去呼求，讓神嚟到喺呢個年代裏面復興佢自己嘅作為。喺4月5號有復活節合班專題講座，由梁康忠博士嚟到主講，題目係耶穌復活是否只是幻覺？讓我哋透過從科學嘅角度嚟到睇返，即係去歷史嘅事件，從聖經嘅角度嚟到做一個對照參照，讓我哋睇到耶穌復活係咪只係個幻覺，係真有其事？願意我哋一同嘅嚟到出席。同樣有屬靈操練退休日，係經歷基督的靈修，係5月16號，係陳成東牧師係道風山基督教叢林嘅去指導嘅導師啊！我哋盼望能夠去到基督教叢林呢個地方，一同退休同埋退省。當日係全日嘅聚會，上晝9點到5點鐘。咁我哋有旅遊巴嚟到去載大家喺大圍嘅火車站嚟到出發，呢100蚊係包括咧去午膳嘅，鼓勵大家包括呢個餐費同埋呢個車費，鼓勵大家我哋嚟到喺呢個機會裏面一同嚟到去參與，嚟到經歷基督嘅靈修。同樣我哋已經開始嚟到去接受報名嘅係教會嘅大旅行，去個大棠有機生態園，4月7號。喺呢個係公眾假期，9點到5點鐘，咁我哋會喺教會出發，亦都喺教會嚟到解散，有旅遊巴嚟到去接送大家。咁我哋名額呢係即係去300人，額滿即止，我哋盡快嚟到去報名。我哋一同嘅嚟到去禱告。我哋嘅主，我哋神。喺你面前，你要繼續嚟到禱告等候。我哋當中又有患病，又有心靈受創，或者我哋家人面對危疾，或者我哋剛有我哋嘅屋企人嚟到離世，我哋心裏面呢份嘅孤單，呢份被剝奪嘅創傷，
嗰種即係被疾病嘅煎熬，神你係知，你同我哋一同嘅嚟到經歷，容讓今日神你透過聖經嘅記述，再一次提醒我哋，神你去等候我哋，你係醫治嘅主，讓我哋憑住信心嚟到去捉緊耶穌嘅手，讓耶穌温暖嘅手嚟到去找緊我哋，讓我哋能夠去跨越我哋面前嘅困難挑戰，讓我哋心靈受創、身體越弱嘅地方得到神嘅醫治、包紮同埋前火。我哋同樣為到教會嚟到祈禱，我哋有眾多嘅活動，但容讓我哋嚟到焦點都繼續嚟到對準主，透過不同嘅活動聚會，讓我哋經歷，讓我哋喺知識同埋我哋靈性上高都能夠被建立，讓我哋能夠更親近我哋嘅主，我哋生命亮麗，我哋能夠有活潑嘅見證，我哋能夠喺我哋所在之處繼續侍奉同埋榮耀主。願主嚟到悅納我哋喺你面前嘅祈禱，亦都差遣我哋每一個成為神你活潑嘅見證人，喺呢個世代裏面，如同光照耀喺人面前。我哋如此禱求，係奉靠救主基督耶穌聖名祈求，阿門。我同佢站立，我哋同唱讚美詩。我哋憑信心領受從神而嚟嘅賜福，但願我主耶穌基督嘅恩惠、天父嘅慈愛、聖靈嘅感動同埋契通，常與你眾人同在，從今時直到永永遠遠。阿門。弟兄姊妹，我哋同唱世紀頌讚第505首，當一心信靠真神。當一心信靠真神，往前走，往前走。主的應許記在心，往前走。雖因主受辱極深，自尊命終不怕刑，光穿主刀揭忠貞，往前走。主今讓命你足共，往前走，往前走，陳白晝盡力侍奉，往前走，憑信憑愛去做工，靠主大能力量奉。至終見還不搖動，往前走。主若賜你感谷中，往前走，往前走，勤力播種好收成，往前走。主
主垂聽，往前走，應當愛惜好光陰，往前走，往前走，眾生認定主不離，往前走，更將主心藏我意，盡憑主慈樂無比，生命自由在主裏往前走。請坐，請先讓主禮人同詩班退席，見樂結束後休會。